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也是节目一开始，我带大家去到中国广东前三山国王嘅发源地。三山国王系客人其中一个数古神，客家移民去到嘅所在，如何去庙寺来供奉。古说台湾有三山国王庙嘅所在，单单如看得到客人开垦嘅宗教。下位非汉屯中华宴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连日被客家中生意太节庆，为初多了解三山国王信仰同客人嘅情感连结，我哋特别去到中国广东省吉时县嘅三山国王娘乡祖庙，也拜访嘅土山、金山、名山三山国王嘅发源地，睇一帶嘅信仰之理，看到嘅當體和保持嘅客家人文同獨色嘅風氣。談論徐飛林、彭金路嚟廣東前近代同年頭。當神是美夢等三山國王神像，宜蘭正安強嘅心臟，動態青年出發，我用小三同嘅方式去對岸廣東，我去探訪，我去尋三山國王嘅發源地。村內坐到廈門，天天就愛坐好久位嘅茶嘅，我去有700年歷史嘅廣東窯品風塵神宮。歸路巷看到幾名同安然吃菜嘅去電視冷茶開水，行家啲路順擺攤內賣菜賣果子，就將台灣種下嘅景象，看起來清冷冷嘅。太武山下嘅風塵神宮，出山向海，通窯品間太城鎮城南村嘅東片。占地3500平方公尺，係菜地規模清太粗嘅一件。文化大革命嘅時節受到動態嘅破壞，喺1988年嘅時節重建完成，一下係當地重要嘅信仰文化中心。完爺那個2月25是他的誕生日，就傳仙啊，每一戶都有來這裡拜。人啊很多的，每家每戶都要放一些來放禮品啊，來拜。前幾年都有，有的300多人的，有100多的，還有現在這個4-50人的，經常到這裡來。三山國王佢數過一棟地方嘅神明，數過嘅三山，只係出嘅土廣東嘅勇士嘅實驗嘅金山、名山、土山。一開始嘅老時人對有名嘅山呢，靈顯嘅石頭嘅自然崇拜，後期拿來做人看。啲清早嘅三山國王信仰文獻，現代劉希咩寫嘅明孔廟嘅當中，講有三個山色係啲隋朝發展起來，到唐朝當靈顯，宋朝數國名，行家傳到明清，跳到一下，享福海內外就有。其實跟看一下關於三山國王嘅信仰嘅民眾，有講所謂嘅福建學佬話嘅，講廣東學佬話嘅，講廣東話嘅，還個講客話嘅，四種族群全有。印度文獻上看起來，可能呢隻信仰都差唔多，宋朝開始漸漸發展。和幾度宋朝印度都潮州地很多嘅當道嘅廟宇，和漸漸經過明朝、清朝，和分布到台灣和個東南亞地區。一般人比三山國王信仰佢由廣東吉時河浦鎮三山祖廟國出去。三山祖廟歷史上上嘅朝主府嘅用煙嘅林田都，古所咪喊做林田古廟。客家因為宋太宗本三山國王改名蘇明孔廟，故所又喊做明孔古廟，在天然一般喊做太廟。三山國王都是源自那個廣東林田金山、名山、獨山，它最早的祖廟是在林田那個大廟，林田祖廟啊。饒平這邊那個大廟也是從那個林田祖廟那邊分靈過來的。
林田祖庙都建已经有1400年嘅历史，不过1958年受到破坏，而且标榜。帝国体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下。1984年照定文献原体重建，庙方要将几乎人的名声一代一代写出来，表示感谢。改革开放以后呢，促进呢两岸交流多了哈，大家台湾各位热心人士呢，嚟到主位祖庙呢，都热心捐款哈，特别你大家嚟到民众都出力捐钱，将你寺庙按照老啊以上嘅风格建好起来嘅。第二片做生意做几久诶？挨做20多年啦。20多年。系，23年了。兩個紅熱鬧，好鬧熱，老家比較係。心想事成哦，拜你老家，2個有1400年嘅歷史了，水桶都見，世界都要來拜。台灣三山國王廟聯誼會當年嘅下拜組團到嘅是燕金強，今年年青到嘅100有400人殺，看準兩岸總高觀光市場。中國大陸政府計劃要擴建三山祖廟，變做當地宗教旅遊身體嘅指標。國協當中呢，為了加強呢個台灣和傑斯呢個呢個兩岸同胞嘅聯繫，弘揚三山國王文化。近期呢就將呢三山國王廟進行擴建，含配套賓館，還有博物館等等嘅旅遊配套設施，把三山國王廟建成一個集旅遊、休閒、度假與一體嘅宗教旅遊勝地。俾到嘅加深三山國王嘅文化內涵，幫行家多年了解三山國王歷史嘅源頭，當地心中老三山國王3尾發源地一代一代潛出來，太國王所在嘅金山石礦，潛上潛下潛嘅東久，竟然增潛多。土林田祖廟東片嘅金山，開闢627公尺，ทั้ง講係太國王練功嘅所在。因為石礦竟然增發現都見下萬規劃開發，其實葡萄也下萬完全開好，規路嘅係鬆鬆胖胖嘅黃泥同細沙嘅都唔好行，唔過潛講一夜嚟就係愛潛到人頭。60歲體力強門，就冇眼見嘅阿公阿婆，行起額定額見10萬顧客。年輕嘅話嗬，現在1點多了，3點20，然後1點半，很辛苦哦，蠻辛苦的，還好，很好，有信心的，三山國王保佑哦，有信心的跑到這邊來。今年4月份吧，來了3次吧，來3次才找到呢個地方。還來個金山頂，去來到cái上面，第2次讓chúng ta亮上來。國王嘅發源地名山路處較好行，唔過規路嘅初上多邊人行較高，一下無能猜行起會跌倒。都冇簡單，去到名山石礦口，呢國王嘅比賽就地石礦地度，大家行去唱去石不一樣嘅。來電索嘅劇工商，行教用接力嘅方式，留對台灣帶過來嘅神像運送送祭拜。金山、名山、徳山、也三初山、徳山青果，開闢789公尺。大家注意，也偏有嘅東陵縣嘅王爺廟。唔過愛見到王爺一面，愛行700公里安全嘅路，行愛去3000隻10多年。三王爺會練啦，跟住大家都會來拜啊。有幾多？簽到嘅時間係乜嘅時間？簽到係都係正月4日到1半左右。當然咪要幾千人。徳山因為較早發現，古屬嘅三初山當中，比起有唱廟用嘅好本人拜人嘅素材，順豐行啲嘅係本人料理用嘅良田。我用到嘅一種銀牙包含神像，就淨係用人工，唔係用鈦，就係用工送落嘢。
像嗰神像啊，係爬上來嘅嗎？抬上來啊！用行路啊？兩個人抬。冇辦法用機器。冇辦法用機器，都係兩個人抬上來。爬幾個時間？這是當時就是晚上12點就多少人抬的打鑼鼓的打鑼鼓都上來。一條工人從安陽到礁石上山做事，按部時條下山轉屋卡，一日天光一日暗，一直到做好事。對台灣來嘅較多些嘅鄉親，無論天氣係乜樣冇，當天時呢歸路嘅唔係強定怪官呢，就可以數同腳向下用，總算係完成一百嘅朝山之禮。下山過後，小區圍了一下嘅，竟然發現土山山腳下嘅客家莊古生村，有大批嘅人家家戶戶出拜王爺，單單就係對河婆細過來嘅客家移民。老時嘅內轉戶有50年嘅歷史，係得兩台人。有乜人去嘅？有冇嘅？有冇自家啦，開擔啊，開石頭自家做，自家打磚啊。係啊。廿五條日日都做啊。苦啊！這個切在生人啊！嚟往來啊？台灣。台灣啊？台灣。哎呀，啱人來啊？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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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王爺公喎？嚇？新山國王。哦，是王爺公喎？哦，家是撈得好。總係度嘅神法懂簡單，學度嘅煲擺未懂熟嘅，因為看起來係要點會溜手，又係要學嘅鴨一條。今年的神法做得講，杜嘅切家中做到來食，還彼此劈柴小柴做飯，一條出來就出門做事，一條落山就專業嘅食法。能要種出就種番頭、種皮頭、種青菜、種禾、種番薯，就咁個呗，冇乜嘅。養豬啦，主要養豬種田啦，種果子啊，大部分都賣河婆去啦。河婆大概春轉啊，呢個東莞蠻些多。田地大料發展到東亞，東到後生人離開故鄉去都市打拼。本旦前高沙嘅總頭春到北高沙，行係繼續數得三山國王福音，我依然第九嘅地圖山下講熱力。本旦三山國王長期分布啲共同嘅地方信仰，天天共同人過海來台灣，三山國王未來到台灣。現時全台而服侍三山國王嘅廟有175處，土州廟有20處，彰化25處，雲嘉南有30處，屏東嘅25處，宜蘭青島有40處，其他所在加減未還有。很多宜蘭人顛倒係講。神法反映合話係亞族嘅本身嘅領域，所以佢為服侍三山國王保證佢入山出山前安全。喺兩樣情況就先講，宜蘭人變到全台灣三山國王廟最多嘅地區40隻40間，係平均差唔多1萬人有間三山國王廟。台灣青島嘅三山國王信徒就係好落下，但是分布啲台灣西部。客家老祖公帶定影響三山信仰來台灣開墾，結合100年過後，後代子孫強唔曉得講客嘅，唔過對信仰方還可以看得到客家種植，像種花、園林、家義一條蔬菜，看得到三山國王廟，就代表一大筆實有客家族群。客家見證的客家移民史，因在時空用嘅改變，背後有族群融合意義，代表開墾精神嘅三山國王，行起我繼續的高鐵開把白帕。